日本福岛核电厂发生事故到今要13年啊！今仔日环保团体呢邀请政府部门学者来讨论核能问题，也关心日本排放核废水到大海现况。咱的核安会表示，目前台湾附近海域海水拢无问题。另外，在野党主张核二厂、核三厂延后退休继续放。有学者认为讲，伫咧技术上是真恶做较高，也会影响到民心。 日本3.11大地震造成福岛核电厂事故，后礼拜一满13周年。事故发生了后，日本用水甲反应炉降温，也因为雨水甲地下水流入去反应炉，产生大量核废水。日本政府为去年8月开始，甲核废水过滤村川元素加水透无到符合标准排入大海，到打等咧排放第4摆。咱的政府也有咧因应核安会讲，目前监测海水、生物、沙土拢无异常，也在咧预测核废水的流向。就是10年的时间，浓度主要还是在日本的这个沿岸，以及在这个美国的西岸这边。那对台湾周遭海域的最大影响呢，大概就是海水川背景的1/100,000。核安会表示，预报资料显示，为日本流来台湾周边的核废水、川元素加过海水本正就有的川元素量，目前无危险。因那日本福岛的咧，也引起全世界关心核能的议题。台湾对核能的态度，目前咱政府提出2025年恢复加强计划，不过甲在野党提出核二厂、核三厂延后退役的意见无对同。有学者认为，若继续使用核废料留核电厂的风险，台湾人敢有法度承担？留个旧的发电厂，这个风险是毋是咱台湾人有法度承担？核废料真多，到目前为止拢无法度做真好的处理。对原来期待这电厂会当处理的在地的这个居民来讲，情何以堪？是毋是会影响政府诚信施政的一个原则？ 面对国际上设定2050年净零目标，但是经济部估计，台湾到2030年进前，用电需求是逐年增加2.03%，检讨要安怎做？学者谢志成认为，这几年因为部分因素继续推动核能，致使再生能源发展延前。伊认为台湾应该抛除核能，注心再生能源科技、都能科技，这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记者郭文林、永凯台北报道。